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互咱过一摆自接来敬拜咱的主上帝。这时，请咱大家备办心，三甲来敬拜。万国啊，念着阿罗耶和华；万百姓啊，念着称呼伊，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永远伫地。念着阿罗耶和华，这时请咱大家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第23首，圣诗第23首，赤鸟的主，海翁的主。长世生神的主，阮着怎样来敬畏？阮着怎样来学乐？圣诗23首，请咱大家起立来吟。
是咱游湾徛地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来个别咱的信仰，伫圣诗的第15页，伫圣诗的15页，即是请咱齐声来念。万谢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实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伊对生活顶十字架是国外。显明上帝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过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赏赐快乐，互咱伫八喜中做见证，直到主国来。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伫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信上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受调来宣扬所基督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搁定睛伫本地，认同所有的子民，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望的记号。阮信人对上帝的恩典来悔改，做得赦免。用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归荣光上帝。阮信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甲乡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负责的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制度，也有文艺、科学，搁有追求精神的心，总是人有罪。用这个破坏人、万物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就挖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伐，互受压制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成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门。请坐。即时，请咱三甲来启应上帝话，启应文第55，伫圣诗的后面1099页。启应文55，也就是马太第6章。即时，请咱三甲来启应，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啥物，要啉啥物，得操烦。性命敢毋是比食物较重要？恁看空中的飞鸟，因无种作，无收成，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恁敢无比因较贵重？恁若着因为要穿啥物操烦？不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山野的花草，今仔日得活，明仔载互人翕落花炉。伊敢袂搁较甲恁糟蹋？所以恁毋免操烦讲，阮要食啥物？这拢是外邦人在追求的。就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旨意实现。
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在操烦。一日的艰苦，一日长。这时，请咱下头三甲来祈祷。至圣天父，你是创造宇宙、统管万有的全能上帝。你将平安、喜乐、能力赐予世间人。阮的福气无伫你以外，阮要将一切尊崇、荣耀、学乐拢归乎你。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予阮受你的拣选，有福分伫教会底敬拜服侍，来到你的面前，吟诗学乐你。也只有你配得所有的称颂甲敬拜。你是阮的王，也是阮的避难所，更是阮一切帮赞。感谢你赏赐一切恩典，互阮的生活无滴欠缺。但是阮常常看袂到你所赏赐的恩典，总以为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拢是家己拍拼而来。看袂到家己的错误，阮时常犯过失，离开你，得罪你。独独你知，阮会犯罪，离开你的路，浪费你的恩赐，袂记得你的爱。恳求你带念你的囝，阮的救主耶稣基督来赦免阮的罪，用你丰盛的慈爱，撤销阮的过失，帮助阮照着显示你的话语。除去阮的固执甲骄傲，教导阮警醒，并按圣经的教导来行。求主施恩伫阮的顶面，阮要忏悔你所无欢喜的代志。恳求你的扶持，赏赐气力，赏赐恩典，因为阮知得到主宝贵的话语，就要互阮有真实的智慧、真实的财富。阮无因为眼前的利益，失去上帝所赏赐搁较大的福分。感谢你，互阮通过自责读经、分享，通过研读的经文、见证等等的文章，互阮开启新的眼光，伫上帝的话语中看见满满的祝福。毋过，阮伫生活中会拄着挑战甲困难。伫工作上、经济上，常常拄着侪侪压力、侪侪阻挡，直到偏离主的道路，做出主无欢喜的代志。求主赦免阮的软弱，用丰盛的慈爱撤销阮的过失，也恳求圣神扶持阮，赏赐阮气力，赏赐阮恩典，帮助阮无受环境、无受时代潮流风气。甲社会价值观来影响，求你赏赐信心伫阮心中，成做坚固的磐石，靠主来得胜。这时，阮也要为刚引用兄弟遗嘱来祈祷。感谢主，伫对书个别拢有圣神引带，也求主安慰伊的遗嘱，引带因行过悲伤的过程。互因无过头的悲伤，反倒得到更较坚定的信心甲愿望。主啊，阮嘛要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你的圣手，求主你亲自赐福，来保守，来看顾你亲自呼召的种子，来推动完成逐项的事工。伫聚会有圣神感动。会友3000群，透过查经互相分享、谦卑学习，有主的圣神来成做合一的教会。主啊，这时也要为阮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你的阳光照耀伫阮大家，求你医治降临伫身心受伤、病痛人的身上，求你的拯救大能。帮助伫患难艰难中的人，求你的能力彰显伫诚心敬畏你的人身上，
求你赏赐信心，伫阮心中成做坚固的磐石，靠主来得胜。用你的话引带阮的道路，用你的话监察阮的心思，用你现行运行来成就你的旨意。互阮伫生命中的生活、工作、平安的脚步，拢有经历主的祝福甲保守。每一工拢充满着主的恩典，行伫平坦的路途。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这时圣歌队要请吴勇来吟诗阿罗上帝。恳求。
咱感谢有用水的歌声带咱来敬拜上帝，愿圣神拢互咱得到帮助。这时，请咱三角来听上帝的话。咱今日要读的圣经则是伫旧约诗篇136篇。旧约诗篇136篇。136篇第一节，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煞到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恁着感谢这上帝的上帝，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恁着感谢万主的主，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感谢迄个家己行大技术的，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感谢迄个用智慧创造天的，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感谢迄个铺地伫水的顶面的，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感谢迄个创造大的光体的，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就是日头来管日时，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月甲星管暝时，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感谢迄个拍死埃及人的大囝的，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带以色列人对因中间出来的，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用大官能的手，甲伸出来的手骨，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感谢迄个分开红海的，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也带以色列对迄个中间经过的，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将法老甲伊的军兵ฮ็伫红海的，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感谢迄个带伊的百姓行伫旷野的，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感谢迄个拍死大君王的，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杀死有名声的王的，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杀死阿摩利王西宏，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佮杀死巴山王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将伊的地赏赐作业，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就是赏赐伊的奴仆以色列作业，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伊少年咱伫卑微的位，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拯救咱脱离咱的对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伊赏赐美娘，互见有血气的，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恁着感谢天顶的上帝，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以上信息，愿圣神甲伊所拣选的儿女同在。今日牧师要带予咱的信息是：听伫倒位，是爱在哪里？请咱恭敬来听。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若有看电视新闻，拢有讲到讲2025年的春天是咱过去这真久长以来上冷平均气温上冷的一个春天但是咱到第5月初已经发现讲咱即摆的天气真正互咱心情非常好，至少是牧师真爱即款的天气
尤其咱看窗仔外，咱的迄树啊，风微微安尼风吹过迄个树啊，树叶啊安尼海来海去我感觉若讲天国是啥物形我感觉这看着这，你就想讲迄天国真美好啦即个风吹过树啊，安尼树叶安尼海来海去，也是讲咱中间有兄弟真爱爬山的每一遍爬山真正拢真感动你会感觉讲哇，若是天国就是安尼，真正天国就是安尼，看到迄个咱台湾的山有够水，看到咱甚至有时咱去公园像带囡仔去迄个咱的边仔的公园耍，伫遐看到迄个这日头照来，咧风安尼吹树叶囡仔伫边仔耍安尼，笑囡仔的笑的声大人伫边仔开讲你会感觉讲真正上帝创造真正美好上帝创造咱即个世界咱毋免想济，到公园你去遐坐一下，去遐享受，你就知影讲上帝真正疼咱上帝真正疼咱。所以咱知影当然伫咱礼拜圣经信息分享进前，咱先做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大关联的主上帝，你的疼遮尔大，你的疼甚至伫阮毋知的时阵，你就大声疼阮。你也爱阮，用对你感恩来过感恩的生活，所以阮伫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声，阮做伙向主你来恳求，就是恳求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互阮会当专心伫你的话，就是记载伫圣经的话，互阮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中间，你帮助阮，互阮看到你的话的中间所显明你的恩典疼痛，也帮助阮谦卑来领受你的话，互阮信心得到勇敢，互阮也会当搁较捌主你。阮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互主你圣神带领，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若讲基督徒上有气力的信仰分享，绝对毋是即个真高深的神学知识、神学理论。当然，这拢真好，帮助咱了解圣经，帮助咱了解咱信的是啥物。但是，若讲到信仰见证，我想就是充满感恩的生活的见证，这是上有力的见证。亲像讲，咱拢会破病，但是当咱看到拄着真大的身躯病痛的基督徒，伫患难的中间，悠然会当有感恩的心，甲你分享上帝的疼。我想即款的见证，真正会当插着咱的心，互咱得到真大的激励。这就是为什么咱掀开圣经，其实圣经也有侪所在拢充满即款的见证，爱咱基督徒为着上帝的慈悲疼痛，甲上帝所做的一切，咱献上咱的感恩。无错，咱即马的世界，咱所活的社会，绝对是充满真侪问题，有真侪的无确定性，这是事实。甚至咱每一个人也同款，有啥物人会当100%知影明仔载咱会怎样？无任何一个人会当100%有把握讲，
明仔载的今仔日，明仔载的即马，也是明年的今仔日会怎样？但是当咱读到咱所做伙读的诗篇136篇，即篇也是牧师个人真爱的一篇，真侪伫你感觉心情真无好的时阵，真正鼓励咱大家诗篇136篇。当然啦，咱每一个人无共款啦，亲像叶牧师嘛算做宅男啦，但是其实我足爱去山顶，只是讲无人陪啦，佮囡仔一大堆，无迄个机会，你着常常去山顶看到迄个风景，你会感觉讲我即个真微细的一个人拄着一寡问题，但是伫大自然的中间，迄真正无算啥物。你看到一个山是经过几若十亿年，才变做一款遮水的风景，你会想讲我短一世人，80岁好无？90岁好无？120岁好无？甲即个宇宙来比，甲即个咱的玉山、阿里山来比，咱真正咱所认为的大困难。咱所认为的真大的超凡，拢无算啥物啊！诗篇136篇，互咱一个真重要的信仰学习，就是咱只有透过感恩的生活态度，感谢上帝的生活态度，才会当帮助咱伫忧闷、伫不安的中间，咱阁会当持守着，咱阁会当保持平静安稳，互咱继续向前行，互咱会当继续向前行。无错，咱拄着一个真无稳定的时代。即马美国伫遐关税的问题，拍乱世界的市场。会记无久以前台积电对无？一股1000桶箍，一时落落来偌济？我袂记啦，800。即马佫起来，但是起来甲以前真侪人拢一时中间会感觉讲，财产减少真侪。旧年的即马咱敢想象会到？旧年的即马咱应该信心十足。哇！即支股票若买落就安怎。然后咧，即个供需，世界的供需，咱在座有迄个专业的世界的即个供需拢失调。日本即马，日本米真出名，即马日本欠米对无？咱想象袂到。然后台湾，咱旧年昨年2022还是偌久？2023年，鸡卵煞无啦，即马鸡卵俗俗啊，当然好的卵嘛是大家抢，但是咱想象袂到，咱台湾前几冬竟然欠卵，然后阿强规工伫遐飞战斗机。军舰伫咱台湾四周围伫遐乱，咱有时阵加减，咱也会烦恼，咱也会惊吓，咱会想讲若安尼落去，要安怎？但是亲像多多所讲的，当咱搁一遍伫着提醒，咱感谢上帝。对过去到即马，对伫咱的引带，对伫咱的照顾，咱就会当，咱讲投射到未来，上帝也袂离开咱啦，上帝也会持续安尼来带领保守咱，只要咱愿意对主。做伙行，但是弟兄姐，
一个人要怎样才会当用对上帝的感恩来过生活？所以诗篇136篇甲咱讲，咱基督徒会当活出感恩，就是因为上帝永远袂改变的慈悲疼痛，持续展现伫上帝的创造，以及伫伊甲伊的百姓，就是甲咱的互动的中间。所以拄仔所讲的，咱若去野外看到即个真水的风景，清水断崖，90度的断崖，世界，这世界真正外国人来到台湾拢真，拢真感动即款的风景。一边是太平洋，一边咧是山，然后迄个断崖是接近90度。你若去会感觉讲，这上帝创造真正真美妙。你也会当感受到讲，上帝真正真疼台湾，互咱有遮尔水的所在。咱敢毋是爱用行动来保守、来守护咱即个宝岛？所以倒手边迄是啥物？2024年2月28号，228牵手护台湾，咱搁会迄首歌，迄个，伊是咱的宝贝，迄当阵咱大家拢真感动，2004年讲毋对，2004年2月28号，2004年2月28号，牵手护台湾，咱看到咱台湾人，真正咱2300万的台湾人，讲实在，拢是真可爱，拢是真值得咱来听，咱来听咱的百姓，咱也爱固守咱的故乡。落去遐济，简单来讲，诗篇136篇，就是爱咱对伫2项事来感谢上帝。第一，上帝是好；然后第二，上帝的疼永远伫地，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伊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然后上帝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就第一显现伫上帝的创造中间。因为上帝的创造就是伊手赐咱即个世界听的礼物，伊手赐咱即个世界，即个世界的运行有上帝所定定的世界的律，然后世界四季的变化，然后一日24点钟，日出日落暗暝，这规个运行一个月满月，然后咧到伫迄个上弦月、下弦月，感觉即个运行真正有时阵，咱莫想济，暗时看到天顶的星，你会感觉上帝的创造真正真美妙。牧师几若遍分享对无？你看天顶的星，有时阵你心情歹，甲太太冤家，也是囝儿，互你无欢喜，也是工作拄着委屈，你看天顶的星，你看到即粒星。你要想讲，即粒星，迄距离咱是几当光年、几光年、几十光年、几百光年，意思是啥物？你看到即粒星的光，有可能是几百年以前的即个光，透过这真远的距离，到伫咱，互咱看到。
当咱看到即个光，迄是几百冬以前的光，但是你即马看到，真正你会感觉讲即个几月几号，啥物人得罪我，敢有遐重要？敢有遐重要？还是讲我有凄惨落魄3个月，还是我做兵一冬10个月凄惨落魄？对伫即个几百冬、几千冬，看到即粒星天顶的星的光，你会感觉讲这些算什么？这些算什么？所以真正上帝的创造是手赐予咱听的礼物。这就是讲，咱知影世界第一大的选召的公司，这是1888年，这比利时的公司，1888年伫南非挖到即个钻石矿。以前钻石矿真少，拢是捡到，山崩落来捡到钻石矿。但是1888年伫南非发现一个南非有钻石矿，所以即个德贝尔斯即个公司开始掌握南非的选手的买卖、制造买卖。即个德贝尔斯的迄个广告词叫做啥物 ？A diamond is forever。A diamond is forever， 意思啥物？咱台湾人真罗曼蒂克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就是 A diamond is forever， 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无错啦咱拢会送礼物。互咱所听的人，无拄拄是情人，咱尊重咱的长辈，也是咱疼惜咱的晚辈，咱的逝世，咱会送伊礼物，因为即个礼物不只是礼物的本身真贵重，也是真好的礼物，是即个礼物代表咱中间的感情，代表咱的疼，这就是礼物的意思。你尊重即个人客，你送伊礼物，人客尊重即户的主人，所以有伴手礼，这代表两个人的关系真好，代表心意。咱讲礼物其实就是疼的见证，所以这个生理人就讲钻石恒久远，代表我们的爱情永永远远存在。但是，咱知影选召搁较大，无办法代表两个人的感情是永远。礼物搁较贵重，有时阵人甲人的关系小事就起歹面。只有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是用几亿、几十亿、几百亿来计算的时间。我讲咱的地球，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其实这是咱人所会当得到。对伫上帝来永远会听的见证，咱伫山顶看到美丽的风景，咱去海边听到海涌的声，咱伫公园内底听到风微微吹的声，佫真爱这毋知恁讲甲牧师共款有这奇怪的一个意爱的物件，落雨的味。落雨有一个特殊的味，迄真互咱会当咱想象迄个味，有时阵会感觉热天想象迄个海，即个落雨的迄个气味，规身躯凉起来，可能是牧师较奇怪对伫香味较敏感，也是暗时你看天顶的星辰，遮尔灿烂。
也是看到人的笑面，即个真心的笑。哇！这我感觉这拢是上帝赏赐咱一个久长之地听的礼物，听的礼物。迄义恩呐，吼，一个月吼满月生安尼，哦，迄佫看会出来，无变，无变。咱也会知影，咱也会知影，对伫上帝，互咱即个永远之地，即个大自然的创造，也互咱知影啥物？无错有天灾，三不五时有天灾。但是你敢知影？你敢有听过即个代志？即个地理学地理会知。你敢知森林大火？常常会有森林大火对无？森林大火了后，其实新的树仔会开始佫布芽，其实过几十冬、几百冬，佫重新佫变做真茂盛，甚至有的树仔的种子需要经过火烧，伊才会即个裂开，然后咧。较会生拖佫较侪，你敢有听过即项事？所以为虾米迄个想讲迄个红木哦，美国加州有真侪迄足大丛的红木，因生啊真悬是为就会去互雷弹着，啊就会起火烧。但是实际上，迄是因自然要生拖的一个自然现象。所以有时阵森林大火是自然现象，啊，佫是。有会当帮赞即个树啊，会当继续生拖，因为伊的种子就是需要经过火来烧，较会当生拖。吼，所以就算有自然灾害，但是实际上咱由久长来看，这好亲像也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要互即个世界自然来运行。哦，所以火山爆发，但是火山爆发的即个火山灰，其实是真好的土，会当来生产农作物。啊，你会感觉这整个过程，啊，你当然会有人命的死失，有财产的损失。但是咱久长来想，规个人类的历史，规个即个世界地球的历史。你感觉这拢是一部分？哦，论起像咱人啊，咱人若拢袂死，人若拢袂死，安尼地上会安怎？台湾就无所在通徛咧。啊，所以咧，人的寿命是有固定，上加食100字，啊，就100字了后，咱就爱将咱即个所大的空间让互咱的后代。安尼想起来，真侪代志，咱拢想开啊，拢想开了啊。上帝毋是咱的对敌，上帝毋是咱的对敌。就算讲伫人的心上会发生一寡恶担当的事，伫地球会有天灾，甚至有时阵会有战争，人所造成的问题。但是咱久长来看，上帝永远持续的创造，咱发现上帝毋是咱的对敌，伊毋是爱看到咱受伤，伊是爱咱来成长，伊是爱即个世界持续来运行。然后上帝也毋是密起来，伫遐。点点无爱出声，无爱帮衬咱，无看到咱的苦情，无关心咱的困境，毋是。咱哪会知影讲上帝毋是爱咱学习，咱家己来解决问题，毋是爱咱学习，咱爱搁较坚强，咱莫一拄着代志。就实际是爱咱
信心搁较坚定，是爱咱搁较有迄个智慧来面对困难。所以咧，咱倒来上帝的创造中间，咱看到上帝的美好，咱看到伊极大的慈悲疼痛。所以，当咱看到大自然，咱会当因为上帝的疼来感谢伊，用感恩来活。然后伫人类的历史中间，诗篇136篇，甲咱讲，其实看到人类的历史，看到咱所大的所在的历史，佮讲到迄个咱的叶朴斯的迄个专长，咱看到咱所大的所在过去经历着啥物，也是咱斟酌来想咱一世人所行过的路，对伫历史，对伫咱土地的过去，咱看到上帝的疼痛，所以是诗篇136篇，将焦点转移来到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对伫以色列百姓来讲，对伫犹太人来讲，出埃及就是上帝的疼，上帝出对疼，带领伊的百姓离开埃及，互人当作奴隶来欺负的所在，然后出埃及来得到自由，然后进入上帝所收赐应允的土地迦南地。对伫咱来讲，对伫咱基督徒来讲，咱会出埃及的经验是啥物？对伫咱基督徒来讲，就是上帝的疼显现伫主耶稣基督伫世道成肉体，上帝道成肉体来到世间，然后死伫十字架顶，然后死搁活。上帝赢过死亡的关系，上帝一遍替世间人的罪来受处罚，所以你我拢无过是罪人，只要咱愿意照着上帝的道理来行，咱可能以前咱毋捌上帝，咱甲上帝无迄个亲密的关系，直到咱捌犯错过，咱拢犯错过。但是过去咱所犯着的错，是互咱得到学习。咱无过是因为过去，咱以后每一工拢是罪恶感中间咧活。上帝赦免咱是啥物意思？伫咱世上的日子，咱无过是活伫罪恶感的中间。咱甲上帝讲，过去我无好，但是我拢愿意学习。我要学习上帝你所教示我的道理。对答了后，我无过是罪人。这对咱来讲，这也是一个出埃及的经验。也就是讲，咱过去是做奴隶。罪恶感的奴隶，也是迄款世界社会黑暗的奴隶。你活伫迄款对人的无信任，你活伫迄款对伫人性的失望。但是咱今仔日咱认捌上帝，上帝互咱心灵得到自由，咱无过是互罪恶来捆绑，咱是因为咱的罪得到赦免，咱真正得到心灵的自由，咱真正得到心灵的自由。当然讲转来，咱也爱反省，咱敢真正有自由，也是咱其实互做的代志。来奴役，来捆绑，咱家己毋知。
咱讲有对伫一寡亲像酒，也是药啊，也是网络，也是为着追求别人的肯定，也是追求迄个根本就无属伫咱的代志，也是物件，反倒转互遮的代志、物件、遮的事物所控制，然后咱活啊，亲像奴隶，咱毋知，也是因为过去的一寡代志，互你受到捆绑，互咱行袂出去，咱惊吓，咱烦恼，咱对家己无信心，咱对别人也无信心，造成咱生活负面的影响。也是讲真侪咱少年人是月光族，结果咧袂晓管理钱财，计较互金钱欲去走，无迄款自由，无迄款心灵的自由，规工烦恼。当然烦恼咱加减拢有，但是若烦恼惊吓，甲咱捆绑，安尼咱就爱真正136篇来搁读一遍，然后去山顶、海边、公园去试看觅，你敢会当感受到，其实上帝创造的天国，其实咱即马会当大声来享受到。所以我真爱甲咱兄弟姊妹分享的，85%咱所烦恼的代志根本袂发生。然后若迄个15%咱所烦恼的代志会发生，发生了后，其实大部分咱拢发现，比咱本来所按算搁较容易来解决。也是讲，这发生的15%，其实互咱得到真大的学习。所以结论是安尼，咱烦恼要创啥？咱烦恼的代志85%拢袂发生。然后若发生，迄15%发生了后，你发现其实迎刃而解。若无咧，这发生了后，我得到真侪的学习。无论是病痛，无论是工作顶面的困难，也是讲咱即个家庭，其实真侪代志真正若发生，烦恼的代志发生了后，奇怪，就解决咧。虽然讲迄过程会艰苦，过程会伤心，但是咧，后来咧，哪会就安尼咧？就是这样子。所以咧，为什么烦恼？为什么惊吓？所以咱爱知影，无论咱处境如何，咱伫座位，上帝其实拢听咱。上帝听咱，所以伊伫咱的生命生活中间，每一步拢是要互咱会当持续来进步，无论是顺境逆境。其实伊拢爱咱持续来进步，上帝也带互咱真正的自由，因为咱有上帝同在，有上帝的同在，就算讲是物质顶面，伫人的眼中咱是有欠缺，但是有上帝的同在，咱就有教养，因为咱有活落去的勇气甲信心。所以，因为上帝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咱会当感恩来生活。当然，多讲到上帝的慈爱永远伫地，永远到底是甚么？讲到永远，
咱讲即个落魄晓摆无落魄的久意思啥物？你看到即马社会上有的人生气得要命，花莲迄个你看，即马咧，伊厝邻的员工走路去，对无？人讲花莲王即马咧正人骂，全花莲1/6的选民的人口是主来签署，要叫伊落台。迄个花莲王，旧年你敢想象会到？半冬前你敢想象会到？做检阅花莲20冬，伊夫妻两个轮流做20冬，影响力介大。结果半冬的变化，即马咧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无论到后来会怎样，我想这互咱看到。就是人的功名财富，拢毋是永远，上帝的慈爱永远伫地，上帝也毋是用社会所看会到人的功名财富来判断一个人。所以咱暂时的失败，咱拄着大的困难，咱绝对爱会记住即个真理。上帝看人无亲像人，人是看外表，上帝看的是啥物？看的是咱的内面。上帝看的是咱敢愿意，甲上帝来同行，咱愿意跟对伊。所以无错，咱爱努力拍拼。若是咱中间有社会上看做卓越顶尖、成功的人，咱嘛莫误会讲上帝因为咱表现好，所以咧上帝较疼咱，毋是安尼哦。因为咱若因为家己成功，就自认讲因为我成功，上帝特别疼我。那安尼，到一天咱拄着失败，其实咱若误会讲上帝因为我成功，所以疼我。有一天你拄着无成功，拄着失败，你才袂因为安尼来怀疑上帝的疼。若自认上帝疼我，因为我成功。安尼真容易，就是拄着失败，你就一蹶不振。但是咱若知影上帝看我，毋是照伫社会的标准来看，毋是因为人的功名财富，所以咧，就算讲我暂时拄着失败，我知影上帝毋是看这个，毋是看这，上帝依然疼我啦。所以，上帝对咱的疼，毋是对伫人的表现来决定。上帝毋是摕咱的成功、失败的比率，成功80%，失败20%，所以疼你80%。上帝毋是安尼，上帝本身就是疼，所以每一笔拢提醒，上帝疼世间人，世间人。毋是上帝疼成功的人，毋是上帝疼表现好的人，上帝是疼世间人。咱一定要会记住，因为上帝就是疼，伊对咱的疼的深度，毋是在伫任何世上有形的标准，毋是在伫咱有偌济，咱做偌济，上帝就是疼。上帝大声疼咱，所以咱用疼来回应上帝的疼。因为安尼，上帝的慈爱永远伫地，咱会当感谢上帝。所以咱爱知影，无错，有时阵咱会感觉真烦，伫教会内底，牧师啦、中职啦，拢苛刻咱，要快乐一点，凡事感谢。
你会感觉真烦，你会感觉讲你生活过好好啊，你甲安尼讲啊，因为有时阵别人无甲咱讲为虾米爱快乐，为着虾米来感谢。但是对伫诗篇136篇，咱知影，对伫上帝的感恩的心、感恩的生活，是决定伫咱选择。你选择要看虾米？你若选择看伫家己的失败，你选择看到别人的缺点，安尼凡事拢是歹。但是当咱注目伫上帝所表现出的美好，上帝所展现伊永远伫地的慈爱，这互咱会当发觉会到，哇！上帝真正疼咱，是上帝疼这个世界，上帝的权能也遮尔啊大。当咱选择来注目上帝所做的美好，上帝的疼是遮尔啊永远甲咱伫地。那安尼，咱生活中间就充满感恩，咱充满平安甲喜乐。咱做伙额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透过诗篇136篇，搁一遍提醒阮，就是你透过你创造这个世界的美好，你不断的提醒阮，就是你的慈爱，亲像这个世界同款，虽然有变动，但是永远伫地。你也透过阮认捌到阮过去所行的路，认捌到阮所大所在过去的历史。主啊，阮知影，阮所徛起的所在是充满你的疼的宝岛。阮所做伙徛起的人民，也是充满主你稳定疼痛的人民。所以主啊，虽然讲阮有时阵阮会拄着人甲人的问题，有时阵阮会有身躯病痛，有时阵阮会面对着生死的问题，有时阵阮伫工作也会无顺利，有时阵阮家庭也会有出一寡问题，甚至阮家己有操烦，有惊吓。但是主啊，你伫人类历史的中间，你引带人类，你也伫阮过去所行的日子中间，虽然人生有起落，但是你一步一步去带领阮。所以主啊，阮对伫这一切，阮知你爱阮，有搁较多的信心来向前行。你也爱阮，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这款的应允，互阮也有勇气来面对未来有可能所会拄到的挑战、试炼，甚至是试探。主啊，恳求上帝你亲自的带领，也恳求上帝你，互阮开阮的目睭，互阮看见你创造这一切的美好。主啊，恳求上帝你带领阮，保守阮，也互阮会当经验到你丰丰盛盛的慈爱。阮爱你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感谢牧师用上帝话语甲咱三勉励。这时，请咱来吟诗应答上帝话，圣诗第305首，
圣诗第305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阿罗感谢主上帝。我的主是我的上帝，伊有创造天顶地下，阿罗全能主上帝。圣诗305首，请咱大家起立来吟。请坐。这是请咱三甲来奉献，要请吴用这书甲民兵这书来书献。下面报告，请咱大家先开手报。报告事项：第项，本会蒋老师的大兄江应勇兄弟伫4月22日蒙主恩典，个别礼拜已经伫昨昏伫五行教会顺利举行，愿上帝安慰遗族。第二，内湖教会甲三总社区健康中心合办的击退老人忧郁的讲座吼，时间是5月7，就是拜三，上午10点到12点。这个讲员是三总的黄医师吼，地点内湖教会礼拜堂，是伫康宁路1段138号2楼吼。咱欢迎若有时间的兄弟来前往来参加来聆听吼。第三，下主日礼拜中要庆祝母亲节，咱教会有传礼物要赠送予在场的姊妹，
第四，最近流行性的即个感冒疫情，共款越哪严重，可能是因为咱即摆天气黏咪寒、黏咪热吼。呼吁大家做好个人的即个防疫吼，也建议有感冒的即个情况啦，也是身体抵抗力较差的兄弟，不管是出外，也是来教会聚会时，会当来戴喙安。第五，礼拜五暗时，查经祈祷会是采用每周的圣安讲，咱请兄弟姊妹来踊跃来出席。第六，若要安排家庭礼拜，兄弟姊妹也请甲牧师讲来通来安排。第七，下主日就是母亲节主日礼拜，题目啦经文甲即个金句咱家己来看。咱来看咱聚会活动聚会活动。咱主日礼拜是上午10点，圣歌队练唱是上午8点45分。咱每周的圣安讲查经祈祷会是暗时7点半。咱插画班是每个月有一遍，是拜六早的10点。咱顶周出席的人数甲奉献的统计，咱家己来看。若有毋对的，请甲即个民兵职事，也是唱美职事来更正咱来看本周的圣光事奉交代是邦师兄甲春英节。插花是秋美结束，清扫是我本人后礼拜讲道是咱叶牧师，书会是杨长老，司琴是牧师娘，领唱是舞咏结束，书献是秋美结束甲民兵结束，交代是素琴姐甲bình荣兄，插花是江老师，清扫是谢宝姐。咱来看咱正评。下面的本周金句是诗篇136篇第1节，念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咱先用台语读2遍了，再搁用华语读1遍来。念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念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的，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是爱，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诗篇136篇1节。这时，请咱大家用拱手来，甲咱四周围的人请安，互相请安。这是咱大家来吟上咏的诗，圣诗398首，圣诗398首，请咱大家起立来吟。咱拢爱感谢上帝，因为伊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咱就爱用感恩的心
来看待每一项代志，无论是好是歹，拢有上帝的计划。因为上帝疼咱，就算拄着困难、甲挑战，咱拢会当对这中间得到真大的学习。因为上帝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永远变照恁，用慈悲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护恁平安。阿门。请坐，灭倒闭会。